伫咧前线的警消人员，因为常常接触到民众，染病风险是真悬。即马新竹县有基站的警察因为确诊，临时找无安地场所，只好先困伫咧车内。加在经过协调，即马已经找到会当隔离的地点咯。新竹县这个警员感觉人无爽快，到病院进行 PCR 体检了后，嘛毋敢返去厝内，只好家己先去大旅馆。落尾接到病院通知，新冠肺炎的阳性反应，旅馆要求伊离开，警员只好把车驶来公园，困在车顶。分局知影了，赶紧到三工帮伊找所在隔离。这位同仁他等不到192的检疫所，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宿，一直等不到通知，所以紧急先到派出所附近的停车场，在那边车上休息。期间饮食需求具由同事这边来协助送餐。那直到当日中午，仍未接获到卫生单位电话通知来接送。但是本分局同仁仍多方面协调临时租用这个民宅套房作为隔离的处所。卫生局表示，进前确诊者拢会安排住的所在，不过即马疫情严重，轻症的人拢以居家照护为主。未来会协调警察局，希望每一间派出所拢把隔离的空间准备好势。经过我们有跟警察局来协调，是可以先在派出所的宿舍先区隔出符合隔离的一个空间，那做好环境的清洁消毒。疫情严重，除了医护人员，基站的警员嘛常常是一个人爱负责真侪人的工课，压力比过去更较大。希望有够热的后勤资源，这勤才袂有后顾之忧。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